高飞相信大家好，我是李小台先生，今日通给新杰助教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下毛巾操。大家你也准备一下毛巾，拿出你的毛巾来，按强下做一下运动。今日我会通大家讲的是触打电动，和做的毛巾操。因为当到你啊大家办公室，某是打电动玩具，所以你操下电动。凑长球咧，凑长球上班的时间，你在上班的时间和做的毛巾操，第一部分是震动你的颈部，来，请老师示范一下，对，轻轻的震动一下，也通你的头夹肌还有半脊肌都有帮助，其实震动的些，你就是你会手动向送。是会出强大力，不要用的太大力哦，出到强大力，相信你的颈部、颈椎还是会受伤。虽然你讲用毛巾就这样轻轻的，也是一个很暖身运动一样抬架强下来走好，就这样子很轻松，当放松你相信。用手机啦，或是个办公室的时间啦，久了以后，你是了听痛一下，对你个静心也会好，对你的颈部，还有对你个脑部的循环也会有帮助好，提你平时来做一下后挤、双挤后拉你也是通你毛巾凑连办公室的些毛巾落起来慢慢的落下来，好，像你以为起到，三强样送拉下来停其实唔系像你那些莫变多你颈部、腰部莫变多来侧过来转身一下好，这时候你莫不变多你个颈部莫变多后背来莫变多，了还是给它腾空。像你其实你像跟动有张力，你那些讲究运动多，你也个肌肉，像人家斜方肌、三角肌，还有肱三头肌，这些都会用得多好，再来一次好，坐正好，抽奖嘞你是在慢慢运动好嘞到你做。其实道理也做得三出能力出能动态力出能力那些是做得，相信因为是的那些相信是手尾来准其实你唔怕，你是紧张的，因为左右手来对抗那些是会是的又出道力当然也又对因做下去对好道理好了不要道理因莫变到手啦变到你的手那些是变到力量是分散开去的左三原因再来一次左了一边从力是吸气然后慢慢吐气下来慢慢吐气下来。1、2、3、4、5、6、7、8、9、10，然后吸气回来，这是第二个动作再来一次，再下来往下压，就慢慢吐气，好，走个算，1、2、3、4、5、6、7、8、9、10，好，吸气回来，好。来做第三只动作比如把手卡起来卡够不用拉太长好，错的电动好，用力用右手往右边拉右手往右边拉坐正来坐正，两只手还会卡起来卡起来卡起你也是紧手出力经过毛巾
多左手莫弯天哦，莫弯哦，莫弯哦，莫弯，一天左手也会打切，所以你俩只手出力，多毛巾，多你的左手也多你个腰部，对你腰方肌啦，还有腰部的个腹直肌、腹横肌都会有帮助好，再吸气回来，好，底下是左手出力左手出力落同样两只手莫弯踢莫弯会打切，莫弯踢会打切来两只手是按出力，按出力那些，两力会对你个腹部腹部的个腹肌啊，个也会有帮助，对你的消化个也有帮助好，吸气回来，好，你做一下好，做一下，1、2、3、4、5、6、7、8、9、10，吸气转来，好，再来左边来左边用力，好，1、2、3、4、5、6、7、8、9、10，好，吸气回来，好，是俩三角动作你慢慢来做来重新来做一下，你做都是盘弓式啦，搓长球，冇是盘弓嘅手机搞长球以后，你是来做一下，你俩三角动作来提一下第一个动作就是震动我们的颈部，对我们的头夹肌还有半脊肌有帮助当然就慢慢来莫强加慢慢转，你转那些对你的头脑对你的脑部的循环都会有帮助拄好时候莫强出力也莫讲强也莫好了转到你感觉你会强劲有一只阻力，大概是做的好。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就是双脊后拉双脊后拉就是把我们的毛巾用力往上呢，好，你也慢慢的下来些就买出人按力咯出人按力，你的左右两边都会用到力量再来慢慢算1、2、3、4、5、6、7、8、9、10，好，再吸气回来吸气回来，两腿走500来做5次来慢慢往下拉。你有出力的时候，你也是会感觉你也贵性是会发酵2、3、4、5、6、7、8、9、10然后再慢慢往上吸气，好，再来慢慢往下拉往下拉一些，慢慢吐气慢慢吐气4、5、6、7、8、9、10，好，吸气慢慢回来像爱你按做300是感觉贵性会发酵了来继续好。2、3、4、5、6、7、8、9、10，好，吸气回来，好，再做2次。长期你按做的那些你是会感觉你手两片是会有力度，它真紧贵性是会发酵起来
像你错盘骨是错长球的些，是错了通照，是会当好像是教训到风起落的时阵，也做在做错的面冲当时做做了通照，好，下来1、2、3、4、5、6、7、8、9、10，好，起来，好，再来左右弯腰好，像老师安尼你也记得是左手右手来出力了右手出力赖倒以后过来3、4、5、6、7、8、9、10，好，吸气转来，好，再来左手出力，你也左手会出力咯2、3、4、5、6、7、8、9、10，好，吸气转来，好，再做一次。好，可以，再一个这一边左边，记得抬架就停了。左手出力了出你也落的手来出力呢从你按模范一条打起来好，吸气回来。你三只动作抬架是打不卡时间大的时间是在盘弓式做呢，你是在时间大是在做一下。按抬架做当好按抬架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李少达医师，同新杰老师共下来教大家做毛巾操。你今日来做的是盘弓式当好做的你打盘弓式。某是高电脑，某是手机以后，所以做下运动对大家身体也有帮助。来，今日你也做个脚趾的体操脚趾体操的时候，你通毛巾不用到体内当过，你的脚趾打开来，要放不用呛送，不用呛送你看起来像呛送样唔讲。你是来用个脚趾通毛巾，规只来打结莫是推往内缩推加收起来看起来当简单运动员脚趾唔会疼痛的好，再给它拉直一点，肘皮露起来本抬架左看一下，好，慢慢，好，对，巧你其实本人的脚趾来疼痛的时间对你的屈指短肌，还有内收母肌，还有小指展肌，通都有运动到。而且呢，其实对你的脑部运动员个老人家失智的运动员，佢好冇疼痛的些，对做了都运动对这个智力脑力也会有帮助好，来再一次抬架向下来做这个就是看这架做得出力，拄快是运动员脚趾唔会疼痛，唔会出力的该是你是慢慢来慢慢来。好，你要打盘弓式做的疼痛，做的疼痛的疼痛对你个脚趾的个活力，还有对我们的这个脑力也其实有帮助做了你做体人家动作就是伸腿拉直伸腿拉直，好，伸腿拉直当简单是毛巾通也脚内袖也做得唔怕
啊摸脚后还那好哈，三阴肉哈，按肉呢那些你所求你其实对你的股四头肌、半腱肌还有比目鱼肌都有拉到哈。那从你你就把那个再往后一点哈，往后拉一点。这可以用到个脚趾盖哈，用到脚趾、脚趾头那一边来哈。脚趾头对，好，脚趾头用力往后拉哈，来，对，好，其实也做的从你那些也可以再往上拉哈，往上一点。注意到哈，你俩莫偏到个电耳档哈，最好身体要打直哈，打直，然后其实也做容易接手哈，容易接手出力哈，好。做多些那些哈，你也做容易接手是做的，用一个手，用那一个手，用那手拉，你那手拉，可以吗？你要肉那些哈，给它出能力，其实你的力量是大，你俩平能过来哈，俩平能过来，你俩哇用力 ，OK， 这样子用力哈，好可以，大家是做看哈，模特练哈，挑选按出力那些力量是不莫强要哈，好，可以换一只脚哈。刚开始做，刚拄开始做打脚下掉呢哈，等到好熟练到是做着脚趾头嘞哈，好。其实俩种哈，你做肉的你也可以。脚上面的股四头肌，还有我们的半腱肌，还有比目鱼肌都会运动到哈。相信你运动到小的囡是做用俩种方式哈。好，来，好，再来哈。挑选是做一下脚趾的操了哈，还有这个伸腿拉直，再来我们就做一个。抬腿转身哈，抬腿转身那些你先把你的右脚抬高哈，右脚抬高打直哈，打直抬高哈。从你那些你莫骗人哈，莫骗人哈，最好是错一半那样哈。身体要打直一点哈，打直好，然后拿起毛巾拉直哈，露起来哈。然后用你的左手碰的右脚尖好，从俩是你全身的运动你打盘公式系要做俩运动你所起到非常的贵性会发酵好，拉回来，你并唔多唔怕并唔多你是了做俩种用是做的好。左脚对它拉直其实拉直以后你还可以再抬高一点抬高一点好像这抬高的时候你那个股四头肌就整个在运动到了好，用的右手碰的左脚尖，对变得都是做一变唔到你是好燃到有俩种其实自然会有个贵性的力量是会出来好，吸气回来主要还是要注意到呼吸呼吸吐纳。好，右脚，好，左手，对。好，吸气回来。好，左边。这是今别到大家的三脚姿势这三个姿势，你要做来复习一下那个复习一下那个脚趾的脚趾我们请老师来做一下慢慢来做个3次给大家看一下。好，来用脚趾用力的往内抓，这样子对你也可以这个小腿的小指头的肌肉那些都会有帮助其实也对你也可以
诱动因的智力啊，尤其好老人家相是袂个智力退化吼，你啊其实有帮助吼。你从后面一点可以，好，后面一点，对对对，好，开始对，开始抓哈，给它抓到前面来哈，好，嘿，嘿，你看。连老师做200日后，其实会摸的嘞，所以做唔起来，看起来当简单，其实你做200你是低个，啊，到提300你是做唔起来嘞。好，再一次，最后一次看看，老师的一个脚趾已经开始没有力了哦。好抓，对，你看最近没力了，没力可以抓，你以为是当简单啊，无乜嘅啊，你做200-300日后随时咯，真紧做唔起来嘞好，抓不起来了他现在是用侧面把它收集起来，因为脚趾没力了。好，来，我们来做第二个所以像我讲毛巾操毛巾没哪里出汗呢，其实係真緊，運動到後背咧會出汗，所以而出汗。好，2只手可以好，像你安你打盘弓穴，现在是走的用伸腿拉指可以把你的指头呢再往后面拉一点在后不是拉进来一点，你的脚弯起来一点，对对对像你安你也该股四头肌、半腱肌还有比目鱼肌都会运动到都会运动到主要的这时候莫骗人莫骗人好，再换一只脚。对对，像你安你是在肉对，膝盖好都是倒推肉几白不应该整个肌肉你凑能盘弓穴你要下性股四头肌啦，这个半腱肌啦，比目鱼肌啦，也都有全部运动都会为所用这个被动的姿势成为推被动运动啦运动都日后会对你膝盖也有帮助。好，你后来做个最美的那种抬腿转身抬腿转身。好，抬腿转身很不错很不错的运动啦你先从脚站起来好，你抬右腿呢是左手去碰右脚尖对，像你安变的都是变好像你看见老师按枪的运动因脚趾可以是来准是表示你真紧有动实力的运动。好，吸气回来，好，换脚抬腿，然后再转过去，好，慢慢吐气，慢慢吐气抬脚你也紧要做到当好最好抬脚打不卡会做呢，唔係打不卡做停盘弓穴也做一做抬脚做到当好，好，拜拜。